讲台语当着是旧年的时阵呢，这小水地创艺剧团带囡仔做伙去西台北迪化街做电影调查，甲真侪囡仔有兴趣的物件拢画入去绘本内面，也配合这绘本做一套单衣，这大人囡仔是算甲真欢喜。头家，这一包偌侪钱？我想要做一领电影的衫。绘本内底的主角来到台北大潮店的报纸啊做衫，这是小水地创艺甲团创作的第3本台语绘本书。团长讲，家己定定的伫迪化街行搭，真介意遮的历史甲文化。最景伫到当要保存细汉时记忆的模样，毋望透过绘本甲故事，带领看册的人通体会到西迪化街迄种深色的心情。阮有办一个营队，就是营队，啊有一群囡仔，就当做伙咱去大潮店遐，想讲阮就选一寡，就是囡仔上有欢迎的，就是最有反应的。的主题，然后来变成咱故事的一部分安尼。集团要带囡仔做伙去西迪化街做电影调查，为着要互大家在看绘本的时阵，通听到台北的全腔，原来有找台语顾问来指导配音，在绘本内底呈现语序的地方差甲台北全腔的语音特色。伊嘛有收集遮侪资料，咱讲一寡食食啦吼，点心的物件。拢去溪口啥物？金柑一般讲糖柑啊，吼南部嘛，台北其实拢讲金柑啦。绘本内底甲中药店、柑仔店等等画甲真有路，另外佫有配合绘本加做一套倒椅，左排收录真侪甲食食、清茶等等相关的语词。多位作者嘛希望透过这款互动，互家长甲囡仔增加生活话题，开喙讲台语。放一寡较早的古早物件呢，较早会使有共鸣的物件，所以大人可能看落想，嘛敢若哦，这较早的物件，所以嘛较有迄个兴趣去甲囡仔讲较早的代志，吼，较早咧逐个咧算啥物，会使增加一寡亲子互动安尼。绘本含倒伊拢有标写台文甲台语拼音，更有中文解说，互看无台文的家长也是囡仔通互相对照。乐团嘛表示，在今年8月左右，也按算要甲这个绘本故事改编做台语音乐剧，希望互台语家庭在看这个故事的时有无共的体验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